顾里，这篇稿子不是你写的吗？喂，卢卡斯，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发表了那篇高峰的稿子，而且署的还是你的名字？我们自媒体没有流量还能活吗？那篇稿子我还没改完，就算发表也要问我一下吧。我帮你改完了。我的稿子上没有写过高峰耍大牌的事情，相反，他一直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。在创作中二次加工很正常。可我这是新闻稿啊，流量第一，新闻稿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。喂，高峰，我是顾里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有时间出来一下吗？高峰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篇报道你看过了吧？看过了。对不起，那篇报道的终稿不是我改的，也不是我写的，你看到了署名也不是我。不是你写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主编没有通知过我，就自作主张修改了我的报道。但专访总归是我做的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所以我今天专程过来给你道歉的。唉，行吧，没关系。之前我比过那么多赛，这种新闻是难免的，我都习惯了。倒是你，你自己好不容易做的专题，怎么最后被发表署的是别人的名字？我只是个新入职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再过个几年，我一定会成为著名大笔杆子的。到时候，我要给你做深度专访。行，那我就等着你成为大笔杆子的那一天。对了，高峰，你之后还能接受我的采访吗？我发誓，再也不会有人恶意篡改了。好啊，没问题，随时欢迎。一言为定。怎么了？教练，没事。确定没事啊？嗯。小心点啊！好。吴浩，本来你这个老伤很快就可以治好，但是你一直拖拖拉拉的不配合治疗。结果，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医生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尽快恢复训练？还想训练呀？中医的治疗本身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但它可以根治你肩上的病。你呀，从现在开始，停止一切训练。可是游泳运动员1天不练等于3天白游。我需要花3倍的时间来找回水感，这个时间我浪费不起。医生，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我答应你，如果肩膀再严重，我立马停止训练。但是现在，你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促进我的肩膀恢复？酒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老梁，来。请慢用。所以啊，海波，你什么想法？你说一下啊。我建议你啊，让3方的孩子相互交流一下，一起训练，
一起上课，磨练磨练，顺便也彼此熟悉一下。交流好啊，老刘，咱们之间什么关系啊？大家就别藏着掖着了，你赶紧把你们队的王继飞派过来，给我们队队员当个陪练。就是你想的美，我建议还是你们高峰给我们季飞当陪练吧。又给我们下套。今天这风可真舒服呀。太累了，最近。怎么了？早跟你说过不要让你做这行，你看现在知道累了吧？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，跟个老妈子一样？哎，对了，听说你要去之江队了，什么情况？没什么呀，就是两队正常交流呗。听说有个很有潜力的新队员叫周瑜，想会会。走吧，大小姐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还送我去个地方。哇，你可真麻烦。走吧。冰冰。哎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对啊，我表哥刚好在之江，他顺路开车带我来的。那为什么不让他一起来呢？别提他了，我表哥这个人又狂又臭屁，所有人都不喜欢他。这里好美啊，冰冰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没来过？我平时不是做采访，就是做报道，哪有时间出来玩啊？其实吧，你还是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。有时候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嘛。以后带你出来玩。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冰冰，你是不是和高峰特别熟啊？是啊，我跟他从小就认识。太好了，那你多跟我讲讲关于高峰的事儿吧。这要从何说起啊？他这个人吧，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，就是轴。说好听点呢，是完美主义。主要吧，他爸曾经拿过全国冠军，所以呢就会对他儿子特别的严格要求。高峰每天是指导训练，他就是怕自己比不上别人，怕拿不到金牌，怕够不上父母对他的期待吧。哎，我都替他累得慌。我说顾里，你不会现在还在想着报道的事儿吧？你是工作狂吗？没有了，上次去他们队里做采访，我觉得高峰是个很特别的人，所以想多了解他一点。那，你采访的对象是怎么看高峰的？队里的队员，他们都觉得高峰为人积极向上，而且特别谦逊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。那你是怎么看他的？我自己嘛，我觉得高峰，高峰人特别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解不开的忧郁。不愧是顾里呀，这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。哎，那边有好玩的，我带你去逛逛。好。经过这次春季锦标赛的测试，你们对自己的实力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只要你们在原地停留1秒，都有可能被淘汰。都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哎，来了，老梁。哎，好，大家来了啊！好，大家听我说啊，今天我们从邻省队伍里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，王继飞，大家都认识了，主要是想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一下。继飞，跟大家认识一下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叫王继飞，很高兴来到之江省，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跟训练。你们都是优秀的运动员，
在一起相互多多的交流，啊，去吧，训练。好，教练。走吧，这边。啊，高峰。王继飞来了，会不会有压力？不会。你这孩子容易多想。两个队交流，这是教练组决定的，这样能够促进进步。不要有压力啊，去吧。好的，教练。周瑜，我之前观察过你了，你的技术动作还是有点不太对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把技术动作改对了以后，你的水平还能再上升一个台阶。高峰，我一直有些话想跟你说。自从上次比赛过后，我觉得你每次在比赛中的状态不是很好。你得知道，心态可是最重要的。心态调整好了，你的水平才会发挥的正常一点。王一飞，这里是枝江省队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两队交流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。那也轮不到你在那说话。我觉得我比各位都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话吧。嗨，我成绩虽然不如你啊，但我要跟你说，说到成绩，我也就比你们多拿了几块金牌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别这么嚣张。那今晚8点来一场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高峰同学，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请问你是为什么开始学游泳的？刚开始游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热不热爱游泳，但是游泳现在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哎，说到生活，你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吗？我说了你别笑我。其实我小时候作文写的还挺不错的，那个时候想当一名剧作家。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想干这行，也是我妈是个记者。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想干这行，你猜我小时候想干什么？这我怎么猜得到？我小的时候想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。真的呀？教练，我这次游的怎么样？比上次稍微慢了一点点，不过没关系，先上来吧。教练，您别送了，您留步。顾里之前训练都非常认真，表现非常好，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也挺可惜的。谢谢教练，刚好我们也想把他的成绩好好抓抓，以后就不游了。爸爸，我以后还能回来训练吗？你以后想回来玩，教练随时欢迎啊。那我们就走了。跟教练说再见吧。再见，教练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你身材发育了，女儿，没办法的，游泳只能当你的爱好了，这是你要面对的事情。
那你现在还喜欢吗？但现在工作这么忙，忙着进修，哪有时间游泳啊？对不起啊，那篇报道的终稿不是我写的。没关系，之前我比过那么多赛，基本上每次都会有些不实报道，我都习惯了。倒是你自己好不容易做的专题，怎么最后被发表署的是别人的名字啊？我只是个新入职的，不过你放心，再过个几年，我一定会成为著名大笔杆子的。到时候我要给你做深度专访。没有时间观念。这么晚了，我看他是不会来了。8点一刻。他现在就彻彻底底的缩头乌龟。胡景天，说谁是缩头乌龟呢？说你呢。哎，景天，先冷静。我们这场比赛是私下的，你去门口望望风，别让教练发现了。等你消息啊。去吧。你输定了。来吧，现在。胡浩，听说你肩伤还没有好，就算赢了你也不光彩。难道你们枝江省就没有别的人可以来比了吗？我跟你比。高峰，我之所以答应吴昊这次的挑战，也是想跟你比一次。之前你老说在比赛中状态不好，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在训练场上赢我一次。这话等你赢了再说也不迟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等一下。加我一个呗。你才来了多久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你要是怕输呢，你就别答应。我无所谓啊，那来吧。来，准备。练球吗？开始。
周瑜，看不出来嘛，你还挺快的。王继飞，你别得意，只比周瑜快了0.2。吴昊，你要知道，我才用了8分的力气。你等着。王继飞也太强了，高风居然一次都没有赢过他。对呀、王继飞可是能一个人单挑我们队2个最强的呢。我觉得周瑜进步神速啊，他都快赶上王继飞了。但是我听说王继飞之后要去参加一个国外的培训，他可能不来参加锦标赛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有机会啊！哦，那我们可要加油，珍惜这次机会。对啊。那我说句公道话，做自己。高峰他比赛确实稳定，但是别说了，差不多得了。就这么点力量还想赢我们？放弃吧，你们赢不了的。我之前观察过你了，你的技术动作还是有点不太对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把技术动作改对了以后，你的水平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你才来了多久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大家把第6章第2课的课后练习写一下啊。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，我一会儿回来检查。你不写啊？周瑜，过来帮我搬点东西。你看王继飞，一本正经的装认真啊。不管他，写你的作业。怎么不练了？教练，还差3000米。教练，你看我这成绩一直没有怎么提高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训练方式啊？你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怎么游我最清楚。你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继续训练，就一定会有突破。为什么心烦气躁？是不是因为王继飞？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特点，不要盲目的去比较，坚持训练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教练。好的，记住3000米。
你怎么来了？陪你训练。我是古教练给我加训，你呢？那我就是主动加训。我说高峰，你们这里训练环境挺好啊，还有这么好的景色。我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我不就赢了你几次吗？啊，你给我甩什么脸色啊？边跑步边说话容易岔气，专心点吧。停下来，停下来。王金飞，刚刚接到通知，你们队明天早上就要返程回去了，你现在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吧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两位教练。不着急，来，欢迎送一下王继飞同学，欢迎他再来。也谢谢你们几位的照顾，希望有机会还能跟你们这样的交流。你们的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？谢谢两位教练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走吧，下次见。好。教练啊，能不能吃晚饭到饭点了？就知道吃。今天的训练任务都练完了吗？练完了。那公鸡半夜也要睡觉啊，对吧？咱们也会累，吃点饭。你瞧瞧你，你瞧瞧你，就你废话最多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训练都不积极，你们干什么还能积极？啊，放心吧，回去了不仅要给你们加训，我还会给你们加餐。锦标赛快开始了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得给我加强身体素质训练。虽然王继飞的态度总让人感觉到嚣张跋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讨厌他，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都挺有道理的，并且我能感觉到他嚣张跋扈的背后，向我传达了真诚和善意。怎么样？这次交流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？有一个叫周瑜的，之前比赛的时候没遇见过他，不过这次看他游泳，总感到有种莫名熟悉的感觉。周瑜？对，好像是梁教练的学生。会不会是周全的儿子？周教练，您确定？我记得他儿子就叫周瑜，小的时候也很厉害，拿过很多市里的金牌。不过他爸爸出事后就没怎么听到他的消息了。怎么，你把他当对手了？教练，你要知道，没有对手是件很寂寞的事情。如果他真是周教练的儿子，那我非常感兴趣。好的，我帮你打听一下。哎，老谷，是我，向你打听个队员。老大，忙着呢。老大，我今儿过来呢，是专门给你送样东西过来。什么东西啊？把这票拿回去吧。嫂子，我希望你还是去看看吧，去看看你儿子在游泳池里的样子，或许你就能明白小雨心里的游泳梦了。我还有点别的事，我先走了啊。走了，老大。
我刚搜了一下，旁边有一家挺好的，评分挺高的店，我们一会儿去吃。是吗？就在附近吗？对，300多米，我们走过去就行。行。哎，冰冰姐。哎，你们早就到了。冰姐，你们来了。啊，我们来看比赛啊。你们聊，我们聊，我们走啊。啊，那我帮你们吧，我帮你们走吧。谢谢。好，走吧。干嘛呢？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我刚熨好，别给我弄乱了。至于吗？至于啊，那当然。我这个自己熨。喂，云儿，妈，明天就要比赛了。明天就比赛了，早点睡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尽力发挥就行。知道了吗？明天是你自己去啊，还是跟大家一块儿啊？都来了。那就跟大家好好相处啊。知道了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嗯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西湖，艳阳如火如荼，一如心跳加速，看每一条波纹催促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欢呼。向前一步，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，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，更引人注目，青春不负，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，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从这次参赛选手的名单和预赛的水平来看，这次比赛比我预想的差不少。再差，也是一次全国性的锦标赛。既然有机会，我们就要把握住。我不担心我们的队员谁拿冠军，但是那块200米的自由泳金牌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家。这次预赛，周瑜和胡景天表现都不错啊，一个第2名，一个第4名。接下来比赛，我希望你们都放开手，拼一下，都能拿个好名次。我给你们放个大假犒劳你们，怎么样？
了？这一个个愁眉苦脸的。就是一个春季锦标赛，啊，别那么紧张，放松点，放松点啊。哎，我不听说你们之前觉得只要是进入了决赛就是完成任务了吗？这已经提前完成任务了，怎么现在一个个包袱反倒重起来了？啊，可是教练，我那是之前啊，我现在也没想过自己能进决赛。要相信自己啊！小雨，怎么样？不紧张吧？我不紧张。现在离下场比赛还有些时间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调整调整，争取再给我拿个好成绩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去好好休息啊。好。好，那么来看到比赛现场，这场比赛的观众也是非常之多，呼声高涨。男子400米自由泳的比赛，第4道的吴昊是这场比赛的关注焦点，可以说他进入决赛呢是毫不费力的。之前也是国家队受伤回到省队进行训练的选手，是这一场的冠军苗子啊。悬念呢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小的。万众瞩目之下，吴昊能否代表之江泳队夺取冠军呢？同时，我们看到第6泳道是胡景天，吴昊的好队友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他们这次的成绩。黑球吧！好的，比赛开始，吴昊稳稳发挥，一出发就开始了冲刺一样的镜头，开始踢腿。吴昊遥遥领先啊，甩了第2名1个半，接近2个身位了。好的，吴昊继续保持第1的位置。发挥真的非常稳定啊。好的，吴昊继续保持优势身位。冲刺，好，厉害厉害，吴昊第1。之江泳队的胡景天最近也是非常的亮眼，得了个第3名，很厉害啊！之江泳队这次啊，真的是在比赛中大放异彩了。景天，首次出战就获得了奖牌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我感想特别多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爸爸妈妈，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到不了这儿。虽然呢，他们一直想让我退役去考大学，但你看，看，我获得奖牌了呀。所以，我要感谢他们。其次呢，我要感谢陪伴我成长的教练和伙伴。高峰，因为他们有空吗？问你几句话。可以啊。你要好好努力，我也要有专访。高峰，问你几个问题。可以的。对于接下来的比赛，你有信心吗？我有信心，我会用尽全力游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。其实呢，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了，然后平时呢，通过教练对我们的指导和练习，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。
冰冰，你好点了吗？刚吃了药，感觉好像。你要多休息，捂好被子啊。高峰跟周宇下午有比赛，哎，我得去看。哎，冰冰，你要回去休息。你再不回去躺着的话，我可要把你抬回去了。哪有这么严重啊？你要再不回去的话，我就告诉梁教练。我才不听他的呢。回去。不就是比赛吗？在哪儿看都一样。我给你录特写。是每个画面都不能放过的那种啊。可以。峰哥，我走了。拜拜。走了，峰哥。怎么又和上次一样啊？什么时候有所突破呀？我不需要他的细心，我需要他努力。高峰，你说说，你怎么老是原地踏步？我尽力了吧？尽力？你就这一点能耐？高峰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努力超越自己，你就不要再游泳了。报告，教练都说了，比赛之前饭得吃好，状态才能好。赶紧吃吧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吃不下，没有胃口。峰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感觉你压力比我都大，我都不紧张，你紧张什么呀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吃饭吧。你赶紧吃，多吃点。老彭，教练，哎，发什么呆呢？不好好吃饭，是不是有压力了？200米的项目而已，放手一搏，尽力游好就行了。我先走了，教练。我先走啊。喂，来了。哎，快了吧？老刘现在还没来呢。来的路上碰到他了，在那嘚瑟。嘚瑟什么呀？接受记者采访呗。就因为他有王继飞。是啊。哎，老郭，你说，咱们都是主教练啊，也都是曾经的4大天王，但这人与人的差距，咋就那么大呢？因为人家有王牌，因为人家有王继飞。你看，这次比赛老刘都没让王继飞出场，要不他就对这次比赛信心满满，要不他就对这次比赛无所谓。不管他了，我们把精力用在我们的弟子身上，培养出好的学员、好的运动员，超过他，我们也去学样学样。此刻我们就要向着梦想出发，蓬勃的力量已经发芽，它就要开出最耀眼的花，是我最好的回答。勇往直前，把光荣重现，指引青春有你成全我们这独特的绚烂。勇往直前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就算在时过境迁，100年回望，也不会留有遗憾。用爱的力量去奔赴前方，心之所向，没什么能够阻挡，我们绝不会放手梦想。
要不负勇往，乘风破浪，甚至所望，冲破一切阻挡。勇往直前，每刻绽放我们的光芒。勇往直前，把光荣重现，只因青春有你成全我们这独特的绚烂。勇往直前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就算在时过境迁，百年回望，也不会留有遗憾。高峰，高峰，你怎么了？我胃疼得厉害。哎，高峰好像有点不对呀。越是比赛，越是掉链子。他比赛，我比他还紧张。高峰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下去之后已经出问题了，估计不太能选进国家队。没事，待会儿还有很多项目，那些项目你有好了就行了啊！我相信你。大伯，你也别着急。以高峰现在的状态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啊！再给他点时间。哎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拿了块银牌，这我还真没想到，进步的还是真快。是有进步，但还需继续努力啊。我赢得了进入体校以来第1块银牌。虽然要走的路还很远，但这些小小的成就，似乎在推动着我朝目标渐渐靠近。爸，你也一定看见了吧？希望你能为我感到高兴。魏京伦还能拿第3名的成绩，你已经很不错了。人不可能一直友好，你不能每次都对自己这么苛刻。输了就是输了。高峰，高峰，我之前输过很多次，才站上最高的领奖台。成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你可以的。喂，爸。哟，最近怎么样啊，儿子？我都挺好的，
我锦标赛拿金牌，你们看了吗？哎呀，有时差，当然没看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去比赛了？你不是要退役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退役了？我在省队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练个游泳一身伤，家里的生意你不管了啊？赶紧来美国！你们生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会去美国的，不会帮你们接手这个烂摊子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就这样吧。不是你在。谁啊？边边，是我。我听高峰说，你也来看比赛了。我不是去看你的。我知道。今天高峰的比赛真是特别棒啊！周瑜表现更棒，真的出乎我意料。你过来就跟我说这个？不是，今天晚上有一个庆功宴，我想如果你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也来吧。我对饭局没兴趣。不是饭局，今天第2组的比赛特别棒，所以大家就在一起聚一聚，主要就是放松一下。高峰啊，周瑜啊，他们都来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可以热闹热闹，聊聊天，是吧？行啊。我去。好，那咱们就晚上在餐厅见了。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恭喜你啊，成绩不错。这时候你吹了，一般，世界第3，那是。来，过来。教练，哎呀，好事啊，好事来了！今天晚上大家这顿晚饭，谷教练买单，大家一定要放开手脚，吃好喝好，温柔点啊，别把谷教练吃哭了。没错，我是来买单的，输得起也请得起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哎呀，老谷，请客就是心甘情愿，怎么还讲条件呢？我们俩不要在这掺和好吗？孩子们会有压力，不自在。走，出去小馆子也是我请你的。行，给你这个机会，请我喝2杯。走，别废话，你们好好吃好喝啊！这教练要不留？你们好好吃好喝，好好吃。哎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卢卡斯啊。啊？我身体不舒服，在家休息了。怎么了？品牌方这边啊，临时加了一个活动，明天早上8点必须准时出席，你要到啊？可是我身体不舒服啊，能不能？那我不管，你自己的问题，不来就是你的失职了。喂。浩辰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从来没见过古教练。你这次纯属意外，别太往心里去。知道吧？那个。我之前比赛输给王继飞，那是因为我能力还不够。我这次输给周瑜，完全是因为我犯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。那偶尔也得给自己犯错的机会嘛。
你压力别太大了，放轻松点。他刚入队，现在已经超过我了，我怎么能放松？好了好了，必须得更加努力才行。你干嘛？来，我不饿，你饿。我哪饿了？对，好吃。哎，喂，那个啥的，吃。有没有空中的，对吧？大家都吃啊，都吃。吃的这个哎，饮料也得喝，饮料一个都不能少，不能浪费。来，走一个。哎，好嘞。高峰。他有没有就是说？哎，我出去看一下啊。你干啥呀？我透个气啊，莫名其妙。顾里，你找我？你身体没事吧？已经没事了。队医说只是痉挛而已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本来我以为你比赛输了会很难过，想来安慰安慰你，但是没想到你自己的自我情绪调节这么好。其实也没有完全恢复。怎么了？这里还是有一点难过。这样吧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我带你去。走。冰冰姐，该你了。哎，该冰冰老师喽。哎，我看看。什么呀？啊，看什么呀？哦，说一段绕口令。哎呦，这个太简单了吧，这也。简单什么呀？这样，我说一个，保证你们没听过的，行不行？行，好，来，展示。来，展示。I wish to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, but if you wish the wish the witch wishes, I want to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. 哇！从来没有听见到这儿，很厉害啊！厉害！这个收走了。周瑜，该你了，抽一个。干什么抽那么久？哎，换什么？还偷看？什么呀？啥呀？对你右边的人声情并茂的唱一首情歌。不会唱，我不太会唱。我唱的不好。没事。啥的？那我来了。来。你干嘛呢？来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陪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。加油啊！终于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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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周瑜，你以后还会回来陪我玩吗？周瑜，走吧。
周瑜，我还要看你游泳比赛呢，你快点回来。